2009年的莫拉克洪灾，屏东县的山区有不少的原住民部落，嘛是因为走山崩山，不得不都要来迁窜。其中受损严重的太武国小，都经历过4届的搬山，2年半的流浪。上尾是因为有企业的援助，才来重建新校区。10年前洪灾发生的时阵，华视新闻捌记录过太武国小古谣团唱队的囡仔。如今这群囡仔已经将做大学生，古谣队嘛是愈徛愈在，得过2届的金曲奖。另外，还有一个阿里部落，在洪灾过了后，迁到永久厝。当地少年人来成立着山区的巡守队，守护家乡，嘛积极来推动着生态旅游，希望让山林恢复生机，让因会当早日返去家乡部落。这个在垮的时候，就很像那个他们老人家就形容说，很像那个对轰炸机轰炸那种。就这样满过来，冲在我家的门口，慢慢淹到我家1层楼，15公顷的土地的鱼全部都流失了。土石一直连乱，真恐怖，互人感觉真可怕。2009年8月，莫拉克洪台过了后，屏东县有大乡唯一的对外道路第24线就斜寸断，超过10处以上严重崩山，300位部落居民多生遭受阻碍。我们伊拉社区的一个村落，几乎可以说一整座山都滑下。直升机不断的来回搜救，可是嘛失去3条的人命。一架空勤队的直升机在雾大乡执行任务，载落伫伊拉河谷，普罗佩拉掉伫山谷的，机身碎做一片一片，加上浩瀚真伤心。雾大乡受创严重，面临走山、土石流侵袭，包括伊拉、阿里加原住民的部落，需要强制退村。安迪迪研究哦，山里面的哦，不知道怎么讲啊，太糟糕了。桥断去，路害去，厝瓦都断去啊！屏东县4间小学师生也都要异地开学，海拔800公尺的太武国小，校方到处拢会当看到大泥棒，随时拢会崩落去。感触真的很深，我第一次发现逃难大概就是这个感觉吧。咿呀咿哟啊咿呀那喏。唱台湾族传统的歌谣，小朋友用歌声诉情，安慰伤痛，嘛牵动着你我的心。即马10冬过去啊，唔知恁有好无？太武国小歌谣团唱队第4厅教室电唱，毕业的学者领唱，学弟妹接唱，优美歌谣非常好听。详细一看，当年的小学生，即摆已经是大学生啊，依然是歌声嘹亮。开学前几个礼拜才知道说我们可能要去别的地方读书了，这样子。就那种歌谣，然后去抚平我们的那个不平，就是不安定啊什么，觉得有歌谣就是什么都有。2006年成立的太武歌谣团唱队，虽然经历洪灾，无只好迁村迁校，但是台湾歌谣传承之路都唔捌中断。因到后尾演出得到地方和平的赞誉，而且2次摕到金曲奖。是上有国际知名度的台湾歌谣演唱团体。当然，我们希望如果我们不唱了，还有人在我们的下面可以接棒。对，
对，然后希望这传承下去。搬迁下来的时候，那一段日子，其实歌谣确实给了很多人很大的力量。那因为我们知道很多有形的文化我们都带不走，那其实传统歌谣就是最能够带着走的有形无形的文化。遭受莫拉克当上的泰武国小伫布棚的橡木雕刻，走廊式临时图书馆，经过4次的搬迁，2年半流浪，最后选伫乌拉鲁兹永久屋部落中间。以台湾做都市元素设计，被日本土木学会学者评为做全世界上美丽小学，而且厝顶有设太阳能板，这袂等锁定作为教育经费，是真正为太阳能校园。校地嘛条管1.5米。雨大的时阵，当发挥排水的作用。只要有人在，我们就会有机会重生。所以在这10年当中，我们一直保有这样的一个力量。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人在，然后我们互相把台湾族原来的那个马嘎给自由自由烂，就是互相帮忙，然后互相分享、信任。我们相信，我们会在这个土地上面再绽放出不一样的一个美丽。这个在垮的时候就很像那个，他们老人家就形容说很像那个被轰炸机轰炸那种，轰，每个人吓得都不知道是这边瘫掉，因为那是晚上。阿里部落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巴文雄回想莫拉克公风暴雨，也是感觉心惊惊。当年第24线桥墩落毁，各项被摧残，超过70位罗开族的人。安顿伫中地百合研究屋，为了找出返去厝的路，迅速对灾后徛起来。积极发展深度生态旅游，巴文雄嘛参与其中。华视新闻采访团队重回阿里部落。这个不到当时的一半，现在的雨量下的这个量，当时是2天就到2000毫米。现在像今天下的，差不多在80到100之间。愈往山顶行，雨势落愈大，嘛互咱感受到天气甲山林瞬息万变。这是民宿，是老村长他们的民宿。那爸爸因为都地基移动了，所以他们也迁村了，所以这个也没有再用了。伫海拔1200公尺阿里部落。伊是分段上上水部落，当讲是根本无人啊，帮社依然保留完整，包括有300栋历史大头目的石房厝。头目家屋啊，你一定要先看到有这种图案的哦，像这个叫人形像，这个是百步蛇，哦，有这种的一定是贵族的家。经过莫拉克10冬，虽然阿里部落已经清散，但是逐日印刷放袂落熟悉的原乡甲翠绿的山林。伫边科大新民系单美会教授的协助，展开灾后希望工程，考虑气候甲交通，每当的10月到过冬冬的4月开放部落导览，以传统的乌开文化作为生态旅游焦点。为了保护山林，一天总量管制20个人，不过也是遭受外来者恶意的迫害。有不一样的心态进到部落里面，让人有些人就会就依他自己随性的所需啊，就是会自己拿取我们部落的东西，这是我们不希望乐见的。阿里部落它算是受灾非常严重。它可以把生态旅游做起来，其实也带给台24线其他部落的族人一种信心跟希望。所以后来我们从台24线的阿里部落当做一个灾后重建的这个生态旅游的发展的领头羊，然后一步一步的去带动了24线这边的其他部落，包括像德文部落、达莱部落、大武部落。这个就是那个莫古香它开花的样子。它会有粉也有蜜。详细记录动植物的变化。阿里无放弃原乡，成立山区巡守队，要让山林恢复生机。我们1个月呢，至少会做1到2次的巡护监测。那我们就是监测一些动植物，我们会去看动物的数量跟它的一些行为，然后来去做记录。那植物呢，我们会看，比如说在这个月它是芽期还是叶期。
看到家乡经过风灾摧残，原本伫外地工作的董家峰4年前辞掉月薪将近5万的主管职务，伊下定决心要回来原乡服务。有同事呢，甚至长官会问说：“既然你是卢凯族，那你就说说你们的文化。”当时我可能就傻住了，刚好也是在那个当下，突然想起外公对我说的那些话，就是说，如果他去世了以后，他说我以后要常常回来整理这个家，然后不能让它荒废下去。看到生态富裕这么样的好，生态旅游，我们有一批的有志一同的人，我们回去经营看看。那这边的族人呢，我们看看有一些年轻朋友们愿意投入这个人力资源来，我们是不是有相对的利润可以养这一批的人，可以靠这个生活？这是我们要的一个愿景的蓝图。被莫拉克台风摧毁的伊拉桥重建后，成为古船大桥，桥墩有75公尺，是全国之最。伊拉桥是舞台乡民唯一的连外桥梁，嘛是前往阿里部落必经的道路。2009年，莫拉克风台溪水暴涨，冲断桥面，福建的工程开7亿3千万。在2019年9月完工，改名国川大桥，都亲像再大迄一般，连接山顶的原乡以及平地永久学的感情。这10年来，原住民的部落学校，以自己文化族群的精神，回应天灾甲大自然严酷的考验。大家辛苦啊！相信的一个10年一定会更加好。虽然我们离开了那个实体的原乡部落，但是那个心灵的那个原乡部落跟文化的那个部落，我们要一直存在在心里面。我们并不孤单，我们台湾2300万的同胞是一条心的。我们要怎么回家？那我们的祖先都还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不能放弃回家这个道路。